上週五，官員表示，洛杉磯縣家庭救助補助計劃已經開始向因為受到年初洛杉磯縣火災影響最嚴重嘅居民發放超過560萬元嘅財務援助。該補助計劃喺3月12號嘅提交截止日期之前，收到咗超過15000份申請。當局表示，初步嘅補助金已經開始發放，目前申請仍然喺快速審查中。補助金嘅發放將會持續直到籌集嘅資金用完為止。每個家庭嘅補助金額喺6000到18000蚊之間，用於支付保險或者其他援助未覆蓋嘅任何需求。位於 Altadena 以及附近地區嘅申請者中，受 Eaton Fire 影響嘅佔60%，Palisades Fire 嘅佔40%。官員預計未來嘅補助金大部分將會支持 Eaton Fire 嘅受災者。官員表示，會根據保險狀況、社會經濟條件、生命損失、健康狀況以及其他風險因素等標準，優先考慮補助金嘅發放。有關補助申請嘅信息可掃描二維碼進行查看。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